面是咱柯文哲宣布拄仔踮咧台北嘛开完记者会为咱中台湾的彰化用着咱黄文玲号召坐不管是拿也是绿也是无党，今仔日大家要来呼应着郭文天成立这个台湾民众党踮咧咱中华火车头有特别的意义，就是为中华来开始行作为火车头领头羊的这个艺术所以今仔日有坐过去拢有参加政党也好，无参加政党也好，今仔日拢愿意站出来，要来呼吁咱党全力支持台湾民众党，全力支持台湾民众党，全力支持台民党，全力支持台民党，全力支持台民党，全力支持。好，谢谢。咱现场的记者，我想这个等于台湾民众党的成立让台湾有不同的政党的选择，我相信这是非常多民众的期待。那今天在场的非常多的这个朋友，其实都支持我们柯市长的理念，所以未来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全力来支持这个台湾民众党。那您或是其他的这些代表，那个地方的人进军国会嘛？我想除了地方，如果大家有意愿要进攻国会或者是说大家都能够全力来支持这个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支持的这个立委来进军国会，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有考虑区域或是不分区吗，或怎么样？我想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是包括区域立委，还有这个不分区的立委的部分还是要这个等到这个柯市长主党之后，然后他们的规划来做决定的。那会柯市长以后主导，他也没有说明确要参选，或者是跟郭台铭这边，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我想只要柯市长都一直讲，就只要为台湾好，为台湾人的利益那无论是怎么样子的合作方式，都是可以来成型的。那昨天主党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我们彰化这边我们这边有没有电话接到什么？有我们我想昨天那个柯市长主党的这件消息一出来之后，非常多的电话包括昨天跟今天早上很多人打电话来就是要来加入我们的台湾民众党那所以今天呢来这边我也是被通知的自发性的我们的这个民众自发性的来这边，希望能够替台湾民众党来做宣传，所以表示说这个确实是希望柯市长组了这个台湾民众党能够符合我们全民的期待。理事长陈杰，你的亲哥哥他的动向？他的动向目前还在规划中但是长期以来国民这两党真的都漠视劳工的权益因拢认为讲，反正你若无人通去斗，你若不是斗民进党，就是斗国民党的所以把劳工的权利拢搁一边。我相信在场各位记者，你们都是劳保的嘛，你们以后退休一个月才领2万多块，这样合理吗？长兼秘书长，台湾总工会也是那个监事会召集人，彰化县总工会也是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我这个都是义务职的。我上重要就是讲，陈姐长期以来非常注重劳工的权益。咱的政府不管是国民党这点民众这点拢是漠视我们劳工的权益跟福利，还有劳工的尊严，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代志。咱柯市长他非常注重我们劳工这个区块，所以未来一定有很多合作的空间。那以前我们也是那个就是以前像陈